最近是不是莫名其妙钱留不住，人惹你，心也累，最近不顺？有时候不是你不好，是你的元辰宫需要被调整。元辰宫卡住运气，在苗栗凤轩宫可以代观你的元辰宫状态，看看你是哪里卡住，哪里漏财，哪里需要补能量。代观看见你看不见的那一块，调整后整个人会觉得更顺、更稳、更开，工作顺，人缘暖，财运也会跟住运气上升，元辰亮起来。该散的散，该来的来，你的好运会像被重新开机一样重新启动，人生重新开机。想知道你的元辰宫现在长怎样？留言我要调元辰，我帮你排入凤轩宫代观调整，把卡住的运气整个打开。留言我要调元辰。